呢個頻道係專門分析時事熱話，回應社會議題，提升思考水平嘅。歡迎你哋踴躍留言、辯論同埋 join 我哋嘅 Signal 群組。大導演王晶4月11號喺微博發文，公開批評 MIRROR 人氣王姜濤，稱其人肥歌雞冇賤，並要求佢滾出娛樂圈，震動娛樂圈，引發網民熱議。以下我會針對網民嘅評論作出批判性嘅檢視。網民總係喜歡用博存在感嚟反駁他人，看似有道理，實則係一個脫口而出嘅萬能指控，既缺乏邏輯說服力，又顯得情緒化。呢一種說法嘅荒謬之處在於，按此邏輯，任何人只要發表意見，尤其是批評，就會被指責為博存在感。呢種指控唔單止無助於討論核心問題，反而讓一切言論失效，等同於拒絕思考。藝人接受採訪係博存在感，導演發表評論係博存在感，網民自己喺評論區留言，咪又係博存在感。簡單講，認為王晶批評姜濤係為咗博存在感，呢個說法混淆動機同論點嘅關係，屬於動機謬誤。即便王晶意圖博存在感，亦都唔能夠證明其批評內容不成立。姜濤嘅形象管理、唱跳實力等問題，的確係部分觀眾嘅質疑焦點，應針對內容進行討論，而非僅因動機質疑便否定其發言。更重要嘅係，王晶作為資深導演，已經有穩定地位，批評姜濤可能帶嚟粉絲攻擊與負面影響，對其形象並冇明顯好處。如果佢真想博存在感，選擇其他更安全或者熱門嘅話題，會更合理。所以話，與其話王晶係刷存在感，不如話佢甘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做小人、做衰人、做醜人。但係講咗真話，佢響發文之後引發議論，就刪除咗貼文，俾人話係跪低。如果佢係要刷存在感，佢應該見到越多人有反應，越開心先啱。有時啲嘢好多時都係由心而發，根本王晶講嘅嘢係好多人嘅心裏話，只不過冇人願意做小人、衰人、醜人，而公眾人物就更加唔敢講。如果要猜測動機，王晶自己都話係因為心情唔好一時發洩，有啲埋響心裏邊嘅話，就係要好似飲醉酒咁先會爆發到出嚟。計算論又係一種訴諸動機嘅謬誤，乜都係計算，講嘢係計算，刪文又係計算。其實一向被認為精於計算嘅王晶，今次反而顯得最唔計算。佢公開批評姜濤人肥歌雞冇賤，語帶攻擊，粗暴直接，事後迅速刪帖，既無後續動作，亦都未見話題發酵。如果呢個係計算，咁佢嘅策略未免過於短視。有時即使係最計算嘅人，都唔會每一舉一動都係計算。所以話，與其說佢精心策劃，不如話呢個係佢心底真話嘅一次情緒流露。所以話，最有趣嘅係，最計算嘅王晶，響呢次怒插姜濤事件，反而係最不計算嘅。呢次嘅王晶，先至係最流露真話嘅王晶。而最諷刺嘅係，有頭有面嘅人，保持沉默嘅人，其實先至係最懂計算嘅人。